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晡个医疗单元了，大家来形容讲牙齿，你讲吼，随时热来热台，牙齿总係會壞體，不論係蛀牙啦，係講缺牙啦，吼，大家是咪想牙去做假牙？到底係用於咧做假牙，係講因為種隻牙齒落去咧，吼，今日老大家好好咧講一下，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日欣賞，佢係來自台北慈濟醫院牙科部嘅宋明儀欣賞，歡迎欣賞。大家好，我係宋明儀，今日到歡喜嚟咯，大家聊一聊種牙齒咯假牙嘅問題。歡迎欣賞。咁講實在話吼，講到看牙齒本身上講，還蠻開始講是有點哎呦發抖的感覺，有點電影樣吼。你講到牙齒的保健，大家覺得哦還不錯，還走得。咁講到假牙啊，種牙齒大家就會怕了。咁講一開始咯，大家都分享有缺牙嘅問題麼？因為一般來講係講頭擺嘅牙齒蛀牙冇去注意時，有可能會變到缺牙，係咪？就當然佢可能就是有缺牙、缺牙。一般來講說，如果假設有啲該遺傳的問題，那才有可能是天生有缺牙的問題哈。你了解講的是講，你本性原本是好的牙齒，但是有可能因為蛀牙啊哈，或者是說嚴重的牙周病哈，這牙齒屬於本性上拔掉哈，那拔掉之後就會發生所謂缺牙的問題。其實缺牙嘅問題一般因為講。也是少一張牙齒嘛，我咪想過，其實缺牙係講你病呢，去處理機，去補機，因為看牙齒會減嘛，吼，所以可能唯有啲你可能上到冇上過嘅後果，吼。那邊老大家都經歷一下，吼嘛，線上讓你經歷也是講缺牙不補的後果，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當然最直接的是講，你少一根牙齒，或者是少一條牙齒，直接最影響到的是講，你食東西是會含烽片嘛，該到有在空啊哈，然後吃東西有剛咬落哈，或者是說食物是會塞在那個地方哈，這個是很直接的影響到的部分哈。那咋講？你的牙齒本來是會移動的哈，所以該缺牙的位數如果沒有補起來的時間，有可能佢當條的牙齒碰損的牙齒是會移痛，那移痛之後呢，有可能是會造成牙齒是不整齊，那不整齊了之後是比如說清潔是不方便不容易嘛，該是容易產生牙周病或蛀牙的問題。那當然更久以後因為長期缺牙該到有在空度該到有可能應該面是ခွ血是不對稱就是左右不對稱。那當然也有就是講你講尾啊因為你少假牙，佢講尾時有可能會漏風，有沒有？你想想看，係講你缺牙係多多人也悶牙，但你在發音的時候，對，就會。你他剛剛講流風，對，是咪有反應感問題？我線上聊屏幕講到，比如講牙齒傾倒啊，就是因為缺牙嘛，所以兩邊的牙齒就有可能往內側傾倒嘅問題。這就是你線上講嘅，如果是你缺牙齒係講你冇去補解結果，是咪咁樣嘅？線上聊屏讓大家都準備一種圖，吼，讓大家都分享，這個是不是全係有可能係因為缺牙粗心嘅問題？係啊，你看到你啊凸時地佢下條有一根牙齒係缺牙，冇錯，時間久了之後呢，佢碰損的牙齒是移動靠過來。有大家有看到它有一個孔，所以你看那個孔其實不是正方形的洞。因為佢係講你看這張圖，左邊的牙齒是已經往內側傾倒。那上面啊，該當條牙齒因為佢下條的牙齒已經缺牙了所以佢咬唔到下面牙齒，慢慢的佢有可能鬆條的牙齒是長下來了。那長下來了之後，因此可能佢碰損的牙齒是唔長期之後呢，佢碰損的牙齒是很容易是為蛀牙或者是牙周病。對，而且現在這樣子是不是就是大家大家講的咬合的問題，對不對？就咬合的問題，就是而且思想線上講還有容易造成蛀牙嘛、蛀牙嘅問題，所以其實第一時間線上講嘅，其實
简直看本性上看真的是小问题就要先看。系呀，对，系冇变到动问题，该时间该处理起来是动太胖嘞，是动麻烦嘞。从你遐凸起来你呐，因为佢该左右两边的牙齿已经移位了，当天的牙齿也移位了，所以今天如果说肉两根牙齿不准来，你看，佢当天肉碰顺的牙齿都要动到。对。听起来有点担心，有点小改感觉。不过讲到两片讲实在话，有两人改牙齿保养都非常好，有两人可能一开始唔系讲动了解用因保养，但是这反正是有假牙的问题。不过俩下大家维持到动流行植牙，你讲种牙齿对不对？你先简单让大家的分享植牙，嘛个系种牙齿。该种牙齿，该糖该意思是会动直接，该是讲根本你有根牙齿唔健体嘞，钳牙吼，你是落该牙根吼牙根。所以补准落牙根补准落之后，你当天长走一只假牙，落去走准落那所以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抖你的该齿槽骨就是牙根的该齿槽骨地位度先转扎空嘛，转扎空之后长走在落该人工牙根，就是牙根都去变落去，变落去之后呢，差不多是到半年以后，半年之后呢，人工牙根让你的骨头有长好了，你当天长变在支台齿的个零件，零件上面长走在粘你的假牙，全部肉。牙根、肉抖音的牙齿，全部都是嘎的，就叫做植牙，好可怕，对不对？看起来，像这边我昨天看到，刚才昨天看到这种图吼，是不是？昨天看到一个从头到尾度牙床又可以是变落去的，从头到尾度会嘎的，所以这就是讲的，你讲的种牙齿。所以种牙齿当然有几个步骤嘛，是像先生讲的，一开始是先转扎孔，然后东西变落去。所以安样做好几只狗场差不多的结构个时间，差不多因为人工牙根牙根变落去会最少要等半年长走在喉，所以喉之后才可以走上面的假牙，所以如果全部这样算下来，差不多要8个月。而且你下讲实在话讲过你讲种牙齿，其实一般来说，虽然你下已经好像蛮成熟的，难地啦，你感觉会安样的，可是讲到种牙齿，大家还是会怕，对不对？因为讲谈讲植牙很痛，谈讲种牙齿非常痛。我觉得安样问先生好像很不应该，因为你有线上面对你讲天时机前面甲向前面用因讲，你讲唔会痛还讲唔会痛。应该是要讲说因为肌又牵扯到该手术的部分嘛，因为你的肾肉，你的该牙床要切开来骨头要转在空长走在路，你的牙根变落去，所以呢，基本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手术，手术就一定会有痛的问题，对，那当然就是不要等到问题很大的时候，长来处理就是问题越小的时候，去处理的该事件是越简单嘛，所以风险呢？咱哋系只好嘅问题啊，好嘅问题。你爸爸讲种牙齿，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狗仓嘛，对不对？不是像你旧牙齿补牙停，那个哇塞牙齿停，它风险会不会有风险？应该要说，因为基于手术的部分那手术的部分的风险呢是全部是穷容所以又丢，比如说该糖尿病控制不好的因或者是有其他，比如说身体上面嘅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了掉因你是会肾检查去做得手术，你长做得做俩红该种牙齿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因为讲实在话，俺孙头系个唔系咩，有亲戚朋友去做种牙齿，真的有。
目前谈起来还可以，还做得，不过是容易动球改时间，所以听起来它的成功率目前来顺条嘅朋友谈起来还不错。应该要说呢，其实种阿奇植牙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已经是个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式哈。就根据这个文献的报告来说的话，其实种阿奇的这个成功率都已经有高达98%以上了。只是说，当然马萨走得适合做这个手术，那当然我就说了，还是要先检查的部分。好，还有嘛个要注意哈，像上面有料哈，等下再来讲。你今日早上就先生来到节目底，拄到大家来讲种牙齿，魔法图嘛係講就是傾牙咧，然後影響到你平常嘅生活咧，適當時間問題咧，你可能就去進行認真去考慮你係咪有種牙齒。不過先生剛才有講到嘛，講到種牙齒，其實還會考慮你適不適合，是要評估的。因為就有一些人從先生有講到通療片嘅問題，所以注意哦。你阿邊老大家來整理一下，進行控制好嘅通療片嘅。你講患者，所以注意你做啲種牙齒冇。係啊，係像該控制下唔好嘅高血壓或者是通尿片，因為它本身的這個免疫系統或者是血壓的部分血通啥唔穩，好，那這時候是不適合做這個種牙齒植牙的部分，因為有可能應該傷口愈合的時間是會下降，哈，有可能還會產生一些不好的這個後果的部分哈，那從一些心臟又問題的該病因啊，或者是說又是掉抗凝血劑的部分，那因為呢這個部分就是該流血的時間是會好衝，那有可能會影響到傷口愈合的時間，所以也是不建議哈。那當然像一些癌症患者，因為該免疫力是很弱，那這個也不適合。好，那還有一個就是大家很常見的骨質疏鬆症，哈，因為血該揉呢是讓骨頭停止衰退的藥哈，那這樣子講的話，就會讓我們的骨頭的這個活性降低，那有可能你整個這個人工牙根落去呢，有可能其實它沒有辦法愈合好，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比如說後陰內陰吶，好，那當然就不行。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呢，該18歲以下的成因哈，因為佢的骨頭還沒長好，還沒有定型，所以呢是不建議做種牙期的部分。思強你兩位看到其實整理起來還蠻多的哈，對不對？像或是說口腔內有局部疾病的，信上這邊也覺得。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就是有牙周病的人哈，因為該牙周本身呢沒控制好，換句話說，佢嘴巴裡面的細菌是很多，那有可能這個失敗率就會比較高。好，那還有我們講的這個為不染因啊，哈，該吃檳榔或者是喝酒，其實這個部分呢，像不染就是像我們有講到，像比如說因為佢染地鬼毒又尼古丁，好，它是會降低成功率的。好，該是檳榔的人，因為該咬該檳榔力量要很大，那有可能也會增加失敗的部分。對哈，我想又對我們是有線上講誒，牙齒也是有基因遺傳的影響嘛，對不對？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說，係講你爸爸媽媽給你一副好牙，一口的好牙，如果你真的係講冇以好好的保健啲，然後因為你不染疾病咯，因為你疾病咯要動出嚟咬，因此牙齒沒有受到好好的保養，我覺得好可惜哦。對，因為大家可能又發現，其實你要看牙齒，種牙齒也是需要一筆費用的，對不對？其實一點點錢是做得做的，所以真的要保健，自家嘅牙齒這樣做得。不過就當中因為講種牙齒過後，後面就是會有什麼發炎
就是周围的一些那一种发炎的状况。那个是应该是要讲说，因为就算是肿啊期，你的牙龈会夹的，可是问题是，病毒你的嘴巴里面呢都会有牙周病，好，就是说你的嘴巴里面都会有细菌，所以就算根本你是肿牙期，你也没有弄你的牙期谁强，好摸谁强，你种进去的这个人工牙根也是会失败的。是，所以我们家家都演习各种某种改植牙手术，比如两边讲都很人工种牙期，立即、快速，竟然还有安用的分类。应该讲说，因为从义理讲的嘛，捆牙期真的是一件很漫长。又很痛苦的时间，所以通常去看一个比较严重，你跟那个医师可能要认识1年多，因为整年度高频率的给你可能有所以大家是会想讲啊，根本应该钳牙咧补牙，又盘发下夹掉么？下夹掉完成。那基本上像第一个人工植牙手术呢，这个是一般最标准的流程啊。它标准的流程是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病半年哈，甲个牙龈的病到甲地皮都叫病半年哈。等到甲个人工牙根落你的骨头长好了之后，你长咧走假牙，好，那这样子的时间最少也要8个月，好。那大家是想，那走在下家掉么？莫安等很久，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立即植牙，那立即植牙意思是讲，如果根本呢，这个原本膝盖牙齿、膝盖牙齿没有发炎，好，有可能是比如说插佛啊，不小心这个牙齿撞断掉了。那这个牙齿溜下来，但是这个牙齿它没有发炎，好啊，按理是走的马上漏盖牙龈拔出来，好，放开之后呢，按理是走的立刻把人工牙根变落去，好，啊开始等，没系等半年，好，长落走假牙，好，那当然如果说因为佢原本的牙齿没发炎嘛，所以如果说人工牙根变落去，还算稳定，佢没走的马上做一个临时的假牙，好，你其实不是有那一种磨牙的盖很囧的情况，好。那第3种是快速植牙，所谓快速植牙意思是讲，那根本就得莫弄牙缝用切块么，好弄牙缝用切块会痛嘛，他开始想莫弄牙缝用切块，那样子就要在手术之前，是渗漏盖手术设计好，好，那手术设计好之后，其实我又在手术导板，好，其实起家固定的，你的牙缝用当挑，牙缝用时不时切开来，就直接漏你的盖人工牙根变落去，那有可能基美走得马上做个临时假牙，好。所以其实要用躺性上讲，也不是什么绝对，真的是评估你的状况，对不对？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也可以线上评估，你到线上讨论，你长会给听讲，你做给健康容应该放虚，对不对？不过讲到了种牙齿嘅时间，有可能讲到嘅乡亲朋友是会问讲，哇，躺医了又贵又麻烦又冲，该系咪做假牙时候咧？对不对？因为它有白感应盲种牙齿改时间，一半感应就是做假牙，是做假牙，所以假牙到植牙都是假改，又嘛改冇恐容当然，其实最直接的是讲从你之前有讲嘛，你切牙那有可能是少根牙齿。那如果说是传统的假牙，其实会落碰损两根牙齿牺牲。应该是说，其实为了给修的比较小，因为用假牙长走得压落去嘛，才稳，对不对？那只是说，给原本是好的牙齿是会被磨小，就像义理讲的，
对，它是牺牲，舍不得。那所以如果是舍不得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就是要用种阿耆的方式，好，因为其实种阿耆呢，它之所以会发展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你走咖鸭，鸭妹上会漏碰顺的鸭耆，锈胎，然后破坏掉、牺牲掉的话，那鸭是不了解你检体的鸭耆时候嘞呀，所以鸭是把人工牙根补存落嘛，当挑咋走加牙套，那个时候嘞呀，好，所以其实传统的牙桥哈，肉盖植牙哈，两者呢，基目前用的维修是都牙，好，那当然第二种是活动假牙，活动假牙是讲你前牙的部分哈，就是少掉的牙期，就是已经超过2-3颗以上了啊。开始莫法图用这个传统的牙桥来把它走转位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就只能做活动假牙。那活动假牙抬价是低嘛，哈，开始走在那下来又走在扁落去哈，只是说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讲。其实不是手术，好，其实就是咬个膜嘛，是走喉嘞，好只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刚刚按胎，有点那哈咯，有点表送去，有时候讲话又不方便，好，那大家都很知道那个很著名的广告嘛，有没有？哈，就是笑太大啊，打个喷嚏，假牙就跑出来的就是那个活动假牙。还有拄过贵后做工啊，嘅朋友吼，当然系你讲龙音家，他很特别，佢让你讲话改时间，他反正这钢牙是拿下来的，他本来要戴起来说。以为讲咩？我拢讲吼，干嘛干嘛干嘛干，我说好，以为戴着呢，还有干嘛干？就是它会取决于也让你讲话么，然后戴拿下，戴拿下，所以我就会觉得它一定没有很舒适，哈。如果当然还有很多东西，然后乡亲朋友来分享吼，像乡亲朋友先聊下，你马上等下常来讲。欢迎走在绕墙头线上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种牙期哈。其实恭喜才会讲到种牙期，大家还是会很怕啦。对，虽然讲线上签免改节目地图走聊动作改分析，是被知道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所以你抖聊片很有意思哦。我们要鼓励乡亲朋友会讲，因为肯线上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医师充分的沟通，而且牙期的真的，我觉得眼头音不习惯认真问问题，也可能是担心医师太忙啦。你想想看，有时候医师一天门诊病人好多，对不对？可是我会觉得，如果你做的是比较重大的、比较好娘宠感，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问问题，对不对？对呀。其实牙齿都会跟牙的平音讲哈，就是医生都俩呢，医师尽量弄来讲话哈，因为呢。想问的就要问清楚比如说根本你会想走马改讲啊，哈，该牛满走哈，那有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等等的，其实牙六都要问清楚哈。那比如说种牙期啦，当然其实像的种牙期1000呢，你也详细的检查嘛哈，检查比如说身体上面又买其他的疾病么哈，还来讲你也该骨头的挑检喉毛哈，牙六检查走胎之后呢，他再过来是讲根本应该种牙期，应该用马改品牌来种牙期嘛。那这时候其实水漏医生好好的讨论哈，因为 any 推弯呢，其实植牙品牌动会松豆哈。可是问题是，其实乡亲应该款1000该凸死地，因为种牙期，因为植牙哈，它也是一扎人工牙根哈，当挑手扎零件，然后咋个肉嘎牙粘上去。但是呢，这个整个牙齿，这个整个牙期呢是从一推插容，它有零件，零件呢，四件旧的四件其实会坏，你说我换零件嘛，可是问题是有可能牙这品牌
唔见太累哦，安尼个零件维度来倒清。冇错，市场就当当因时差改时间有冇一张茶摆的一张差，你要当当一张差说，哎呦，线上拍摄哦，你零件冇嘞，对，就会遇到安用感问题。可是线上讲诶，因为你讲品牌动作，差不多有几多种独推班，独推班差不多没有大概200多种。对，线上你想看啊？你一般你到线上在讨论改世界，我们老实讲，恭喜才会，你对这个品牌真的都不熟悉。你除了昨天问讲，了解品牌几多钱，那了解品牌几多钱，你真的不熟悉。这个时候真的，你就是要找到你信任的医师，就是你信任他，建议你嘛改品牌，当然也跟钱又劳动起家改关系。应该是说，当然如果金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品牌，当然佢下冲的原因都该岛内，假使有可能佢的收费是会下高那当然下少收费也该这家品牌没有好的品牌但是重点呢，这个部分我是会提醒你乡亲是讲，因为你是做了总市，你唔系是问医生讲你爱几多钱停，你还会问医生讲那如果以后我会该零件坏脱你有法图涨吗？好，这个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当上的问的是讲，你啊真是总市，一般来讲俺来讲会说特别的案例，一般来讲，按样做的维持急救，意思是讲你真是问该人钱，急救有可能有机会。如果说是紧松的情况底下，都该使用 ND 的该植牙该人田有可能超过10年以上一张会坏嘛，所以这就会讲，我才会讲了，了解品牌。因你倒推翻研究的时间，你没有亲的倒机所以按样谈的都是讲你问我的感觉是讲我真是去做，我去亲个品牌，可能你新烟狗后还是新烟狗后那个品牌还是屹立不摇的品牌，所以这也是一种判断的方式，是可以这么说，走这样讲嘛哈。所以其实了解是。为什么说你解析到问题很清楚？因为你问才清楚，医师他也觉得比较安心，因为我都跟你沟通过了，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分析了，最后的选择权当然在你身上，对不对？黑公你不讨论清楚，黑公最尾就干嘛改问题改时间？说医师你怎么没有讲清楚？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东东你俩要恭喜才会，因为总期金还是欠2千。所以东东意思来讲，我以改建涨6万天，我以改建9万，改建12万，直接就以钱作为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所以我觉得独立边还有提醒所有改乡亲朋友讲，你倾向于总其实真的是多方评估，而且当然很好从老改是从信上讲诶，因为去走总之间勇敢发问之前，也像刚刚信上讲诶，很多这个口腔的检查项目也都要做得很仔细。对，因为刚刚医生就有讲，我们刚刚讲快速，对不对？立即，或者是人工植牙，也是款一改挑选。实际上，工具东西是因为差否，所以因为差否，那可能它适用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做功课应该是想说是每一个人的挑选不同容，所以有可能呢，它适合的方式不同容。好，那当然不是说所有填牙因都需要做。总齿，或者是都需要做植牙比如说基美走在走传统的固定假牙传统的牙桥，那或者是说幼幼婴它真的是比如说一些条件上的限制，或者是健康上面的考量，即使走在走活动的牙其实这个都可以多方选择。没错，因为像牙种图是老大家讲得都清楚，你走传统的牙来讲，你总牙其实优点到缺点都分析得好清楚，时间嘛。对不对？费用嘛，又受损嘛，受损糖都是会好辛苦，同埋有等于咪讲，因讲总植牙就不必去牺牲你可能还蛮空田感牙齿，那当然你讲时间啦，假签啦，一些伤口
口感染的风险。所以乡亲朋友大家走在看到，大家看到是两种优点，然后缺点该比较，所以自己去做评估。那你自己心里有一个评估，你自己可以选择。当然，这样的评估也是跟医生互相来讨论。对，所以我讲到两篇，我觉得塑料了大家的分享，到底加压系嘛解，总压期系嘛解。好，还有你讲你要去评估个风险，然后去个签字嘛。我觉得术后的保养，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忽略，为什么？东东因为讲哦，我基本你总压期要修饰过会，好完成了，好像就有一个动快乐该结束。可是我觉得术后保养是不是也会影响它整个维持？当然啦，就像你嘴巴地尾毒内是有细菌，好，所以你的嘴巴里面都会有牙周病。所以就算根本呢你是总牙期，好，你的牙齿没改，你的牙齿没改，冇错，根本就牙。可是佢没有牙周病，所以重点是在于说，你还系攞牙齿谁强，不管你系做牙齿，也还系你去改牙齿，好，还有就是定时转移清液性上啊，做检查的部分，好，那当然因为总牙齿有手术的部分嘛，所以手术完之后呢，你是莫是调少啊，莫是调硬诶，该东西哈，因为有可能部分是会造成伤口的发炎哈。那当然就是洗东西是两片哈，左手片咯，讲正手片都要这个平均的洗哈。对。那还有就是我刚刚提醒大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挡音还是弄你牙齿谁强哈，不管是假牙还是你去改牙齿哈。那当然很重要的是说，你半年就是每半年水准以原本的医师该到看下洗个牙齿，然后检查下，因为这样是最完整的这个保养的部分。而且讲到两片吼，大家可能已经对牙牙啦系总牙齿有动到该了解啊，保养然后，你会发现冇讲来讲去就是。你自己平常保健动宠疗，然后你也可以走嘛，改事情让线上好好来讨论。梦讲发纤发疗，其实那是一个很，因为我们人体心脏拱是就是器官，它非常的重要。不要走了一走过，钱也花了，发现哎呀。不是自己想要的，对不对哈？还有术后的保养很重要，然后清洁动宠疗。节目最后我们就讲一个小小的，像现在大家一动动，你说假牙清洁，很多那种假牙清洁的产品。整口假牙清洁的产品，他说，刚刚可能哦，不是拿着牙刷用牙膏去刷，不是，它有特殊的假牙清洁产品，该适用到你活动假牙的部分，是。那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软毛的牙刷，轻轻的把这个假牙的部分刷干净之外，从该假牙清洁定啊，其实就得1个礼拜1次。好，其实不用到在水里面，那水里面溶解了之后，你的假牙是走在跑落去，好，它是做到一个清洁，但是又不伤害你假牙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假牙清洁定呢，基本是当你水溶的，好，去走在1礼拜容易摆时候。那当然，其实你还可以，比如说洗太东西啊，洗太之后就要把假牙拿下来，再个洗日，搬去下干净之后再个继续使用，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是讲只是有讲有对你的乡亲朋友可能你系贵嘴该活动的假牙，规张拿下来的，所以医师讲的假牙清洁定还是每一周可以去。打100走对容易白去做一个这样的清洁，对不对？哇，乡亲朋友其实基本看安永改节目讲到看线上看牙齿，可能还会讲，如果是从线上讲的，不要怕。莫讲，天气转移本线上看，天气本去检查，这才是最有保障的方式。从咱们会变态问题，所以今日非常感谢线上呢，就节目地都来分享我希望乡亲朋友收我听从动态，好，天天下来咧，你来做认同了。